人拍死豺狼。100多年前，在美国伫东北市一所在，有一人因为拍死一只豺狼得到名声。代志亲像会对，迄人死不然，是做失人，家己有田园厝体，有精生羊群济济。伊的厝边几若人斗斗失落羊，互豺狼迷视来加死，几若年亲像安尼。有一暝，不然的羊群失落70只，是互豺狼加死。看见床室内的脚者，就知是一只豺狼定定，将羊加死，食淡薄血定定。不然就甲厝边几若人举穿大蜡狗去找迄只豺狼，怪伊搭要找到着来拄去。就缀脚者不知远到一个山坑地石搬内，知是迄只豺狼的手。设法要引伊出来，赶伊出来，拢袂。用草、茶、油黄已经倒迄伫内面，看袂激死，也拢无法得。几若摆甲狗入内面，才会狗逐摆出来大惊，有着伤流血，毋敢搁再入去。差不多几日空空着活，落尾不然讲，家己定着的意思，不论危险到怎样，决断要拍死迄只豺狼。迄个空口约略2尺悬、3尺宽到3、4丈深，才有开一个洞较宽。不然用锁仔一头绑伊的骹，一头互外面的人口，甲因讲，我若出去好，就连边拖我出来。不然就举火把，做死骹到白日。豺狼内面哈哈吼，不然晕晕啊我，到迄个洞的所在，就看见豺狼伫对面。2目大蕊熊熊缀上伊，详细看见侧面就知样，就出去互外面的人拖伊出。外面人惊了不然得要互豺狼咬，就出来拖出来，拢无细字，毋若拍歹衫仔裤，搁身躯磕着几若空，不止疼。不然无要紧，妖骨怪异，就举伊的穿甲火把，骹油圆白素，搁再爬入去。豺狼幽怨哈哈吼，不然晕晕啊我，穿夹起来便便，到看见豺狼，电位地要跳来，就上前前，对豺狼的目睭开枪。外面的人听见声，连边拖出，山空话话，庆蛋的声触着鱼空，庆药的烟送入哪后，搁拖出幽怨磕着，就即摆出来，比大身较伤重，人差不多要昏去。打不然就休困留较久，就搁再举穿甲火把，第3摆爬入去，看见豺狼倒伫洞内的涂骹，死翘翘，就揪豺狼的耳仔臀出去互外面人知，就拢总拖出。大家极大欢喜，也即个代志报扬伫远军，众人学老不然真好打。迄条不然26岁，12年犹原做事。然后经伊做武官，起头细个，常常尽忠。几若摆显明极大好打，搁大本事，就稳稳高升到做大官，通国内好名声，脚老够老，倒去善终。伫伊个王牌人拍2句讲，别人若敢缀后面，伊就敢做头前。